好，国际油价大起，3月2日，布兰特原油每桶是来到112块美金。中油吸收7.5，3月23日就是明仔载开始，汽油起1.8块，柴油起1.4块，也中东战争拍到即马，中油是拢总吸收超过34亿，算落来规个是了804亿。行政院就宣布讲会透过专案融资、拨补甲增资来稳定中油的营运。太油要起价进前，朋友渔船赶紧入港排队等加油，因为油一日起，对渔民来讲，利润也会减少。真正啊，无油啊，我也艰苦。油就是这拖的人的命脉啊，啊，无你油若收价贵，人也拖袂好，你要叫人安怎生活？那渔民抢加油，会用省就省一寡。国内加油站礼拜早起也真侪人来加油。而布兰特原油一桶起到112块1分9美金，西地州原油也起到199块美金。因为国际原油一日起，政府搁再扩大专案平稳吸收75%。中油宣布23开始，汽油起1.8块，92无烟汽油超过30块，95无烟汽油每公升32块2，98每公升34块2，柴油起1.4块，起价了后每公升是29块半。通膨都会上来啦，因为油价本来就是所有的东西的源头嘛。那你汽油涨，所有的东西物价都会跟着涨啊。可能就要想其他的替代方法，大众运输工具啊，或者是换油电车啊。最怕的是说物资会囤积啊。中油总计已经了804亿，加上中东战事发生以来，中油伫汽油、柴油已经合计吸收超过34亿。行政院为了协助中油财务，会经由向金融机构办专案融资，特别来预算拨补，也可有中油4年期增资3500亿，希望中油会使稳健营运。国际伯恩斯坦另外团队是预估，若是荷姆兹海峡封锁3个月到6个月时间，全球经济恐惊出现衰退。如果在4月结束的话，其实影响相对还好。但是如果4月没有谈成的话，那预计在 Q3，也就是7月左右，我们会看到民生物价开始上涨。相关指出，若战事拖到第3季也是第4季，国际油价一桶可能会伫150到180中间。若油价真贵，这消费者物价指数也跟着大起。记者宋合报道。